由聽日開始，市民可以利用八達通買旗捐錢俾慈善機構，每次規定10蚊。陳經耀報導。旗子俾佢哋嘅。呢部就係可以用嚟賣旗嘅八達通機，每拍卡一次會扣除10蚊嘅捐款。八達通卡發言人話，10蚊嘅捐款會扣除營運成本之後，會全數俾慈善機構。如果係有扣錯數各樣嘢咧，咁其實而家亦都可以係跟翻一個嘅渠道啦，咁可以聯絡翻我哋啦，咁我哋就會去徹查翻嗰個嘅transaction record 咧，嚟到睇睇嘅。香港復康會20位嘅長期病患者，星期六會喺港島區攜帶呢部八達通機籌款。咁機構話，八達通機籌款有助輪椅義工。咁用八達通買旗，每次捐款係規定10蚊。咁市民如果唔想捐呢個款項嘅話，咁機構話可以繼續選用買旗袋捐款。亞洲電視記者陳耀報道。